既係一個罪犯，又係一個紳士，到底佢係阿森羅平啊，定係傑克船長呢？1717年喺今日洪都拉斯附近嘅海域，有一架小型帆船正喺度航行。突然迎面而嚟，佢哋見到另一艘帆船向住自己嘅方向靠攏，弊啦！對家嗰架船咩咁多大炮嘅？死火啦！海盜船啊！到底呢班船員嘅命運會係點樣呢？醜婦終須見家翁，冇幾耐，船員眼前就出現咗一個衣着華麗、舉止得體嘅海盜船船長。船長嘅要求好得意，唔係要錢，唔係要命，只係想要所有船上面嘅人戴緊嘅帽。原因係海盜船嗰邊嘅水手，因為前一晚飲酒飲得太醉，好多海盜嘅帽都唔小心跌咗落海。所以今次要嚟搶嘅唔係要錢，唔係要命，只係想要大家頭上面嘅帽。呢個咁得意嘅海盜船船長就係班也明·霍尼戈爾。佢第一次出現喺歷史上就約莫係1713年左右。當時佢指揮住海盜船同埋幾架獨木舟喺巴哈馬嘅海域打劫商船。但係如果佢只係一個普通嘅海盜，就唔可能令到人咁刻骨銘心，因為俾佢搶劫過嘅人都形容佢似係一個紳士，多過似一個罪犯。我哋撇除呢班人都患咗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嘅講法去睇船長，確實班也明係一個好有自己原則同風格嘅海盜。譬如佢一見到有插住自己國家國旗嘅商船，就會避開唔去打劫。又譬如，即使係俾佢打劫嘅商船，班也明都只係要貨而唔會傷害人。大概種種呢啲咁反差嘅行為，都會構成外界對佢產生一種又愛又恨嘅觀感。1717年，英國國王宣布特赦所有海盜，班也明都趁呢個機會金盆洗手，就去到巴哈馬向總督羅傑斯請求特赦。得到特赦之後，班也明居然反過嚟成為咗海盜獵手，去幫英國政府收拾其他嘅海盜。佢呢個舉動受到倫敦方面高度嘅讚揚。